第9年，农历10月19日之2时，今年本年正月16日，于合建平安祈福，祈求苍天神明保佑一时，神龙上天保佑合建所有人等得以平安度过。今日全体乡亲代表一同扬声拜唱，众力神子多求良修，关心修闹，一腔理当，二腔理当，三腔一足，唱得众力神子，蔡天者平云家务，蔡记者推茶干马，蔡水者游船家教，蔡中者离中出天，种种许多，天天通文，拨开云台，公家堂前，朝威，开府作酒。向太个拍一下。